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成玉医师，在高雄执业中已经超过20年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一个可能就发生在你身边的故事。就在上个月，一位53岁的台湾男士，下班后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，他觉得有点累，但没什么特别的。突然间，他感觉胸口像被一只大手紧紧抓住，呼吸困难，冷汗直流。他想站起来，却发现双腿发软。他的太太在厨房听到声音，赶紧冲出来，看到先生脸色发白，嘴唇发紫，他立刻拨打119，但救护车还没到。这位先生已经失去意识，送到医院其后，医生告诉家属，心肌梗塞只因为心脏血管上一个小小的血栓，一个不起眼的堵塞点，就夺走了一个家庭的支柱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。现在，请你深呼吸一下。如果你能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可能会救自己一命，或者救你最爱的家人一命。但如果你中途离开，你可能会错过那个关键的知识，那个在紧急时刻能救命的方法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来自千年中一智慧的秘密，开门救心。这个方法简单到你不敢相信，每天只需要5分钟。在家里就能做，但在我告诉你怎么做之前，你必须先了解为什么西医的检查常常发现不了问题，以及你的心脏到底在向你发出什么求救信号。请让我来为你打开这扇通往健康的大门，请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在下方留言，并提出任何你可能有的问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优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我来说一个真实案例。去年有位48岁的女士来找我，他姓陈，是个银行职员。他跟我说，最近3个月他常常感到胸闷，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有时会突然惊醒，觉得胸口压住一块大石头。他很担心，于是去做了全套检查，抽血，验了胆固醇、三酸甘油酯，做了心电图，甚至还做了心脏超音波。结果呢，医生告诉他，陈小姐，你的检查结果都在正常范围内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可能是压力太大，回去多休息就好。但陈小姐还是不放心，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异状，那肿胸闷的感觉不是假的，于是她来找我，我帮她把脉，检查她的心包经，发现她的脉象细涩，心包经上的西门穴按下去会痛。我告诉她，陈小姐，你的心脏周围的保护层出问题了，西医的检查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们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伤害，看不到正在累积的危险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西医的检查就像火灾警报器，只有在房子已经烧起来的时候才会响。但中医不一样，我们能闻到烟味，能感受到空气中的热度。我们在火灾还没发生之前，就能发现危险。心电图只能告诉你，现在这一刻心脏有没有问题，抽血只能告诉你。血管有没有严重堵塞，
但是那些微小的、正在累积的、还没有造成明显伤害的问题呢，那些西医的仪器看不见。这不是说西医不好，而是说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健康。当你感觉到胸闷、心慌、失眠的时候，那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求救。不要等到检查报告出现红字，不要等到倒在地上那一刻才开始重视。陈小姐后来接受了我的治疗和建议，3个月后，她的胸闷症状完全消失了。她说：“林医师，如果我当初只相信那些检查报告，继续忽视身体的警告，我真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。你的身体比任何仪器都聪明，学会听懂它的语言，就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一个来自2000多年前的智慧，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一句话：心者，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意思是说，心脏是身体的皇帝，是最高统治者，所有的意识、情感、思维都从这里发出。但是，一个皇帝如果没有保护，再强大也会有危险。所以，我们的身体很聪明，在心脏外面设置了一道防护墙，叫做心包。心包就像皇宫外的护城河，就像皇帝身边的御林军，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心脏不受外来的侵害。中医里有一条经络，叫做心包经。这条经络就是这道防护墙的能量通道。当外界的邪气，比如寒气、湿气、火气，想要攻击你的心脏时，心包经会先挡下来。想象一下，皇帝住在紫禁城的最深处，外面有重重城墙，有护城河，有守卫，敌人要攻进来，要先破第一道城墙，再破第2道，最后才能接近皇帝。心包经就是那第1道城墙。所以当你感到胸闷、心慌、失眠的时候，不是你的心脏坏了，而是你的御林军受伤了。他们在前线作战，承受压力，保护着你的心脏。如果你不去支援他们，不去修复这一道防护墙，那么总有一天，敌人会突破防线，直接攻击你的心脏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心肌梗塞之前，会有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胸闷、心悸的症状。那是心包经在向你求救，告诉你我快撑不住了，请帮帮我。古人的智慧非常深刻，他们用心包这个概念告诉我们，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。不要等到心脏真的出问题了才去看医生，而是要在平时就保养你的心包经，维持这道防护墙的强度。再打个比方，你的血液是车子，血管是道路，心脏是引擎。如果道路塞车了，车子开不过来，引擎就没有，燃料就会熄火。但在车子完全停止之前，你会先看到交通变慢，车子开始打滑，路上出现小事故，这些都是警讯。心包经就是那个交通管制中心，它负责疏导车流，确保道路畅通。如果交通管制中心失灵了，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。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了，保护心脏不是直接去碰心脏，而是要照顾好心包经，照顾好这位忠诚的将军。只要将军健康，皇帝就安全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古人经过无数观察和实践总结出来的生命科学。而今天
我要教你如何启动这道防护系统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，到底是什么在攻击你的心包经，在破坏你心脏的防火墙。我把它们叫做3个隐形杀手，因为你看不见他们，但他们每天都在伤害你。第一个杀手，痰湿。什么是痰湿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身体里面多余的、黏黏的、不该存在的东西。它们从哪里来？从你每天吃的食物来。你喜欢喝冰奶茶吗？喜欢吃炸鸡、炸薯条吗？喜欢晚上喝冰啤酒配咸酥鸡吗？这些食物吃下去之后，身体消化不了，就会变成痰湿，堆积在你的血管里、经络里，久而久之，血管变窄，血液流不过去，心脏就要更用力的跳动，才能把血推出去。我有个病人，35岁的年轻人，每天1杯珍珠奶茶，晚餐一定要配杂物。他来找我的时候才35岁，舌头上已经一层厚厚的白腻苔，胸口常常闷闷的，爬个楼梯就喘。我告诉他，你的身体里面全是垃圾，血管快被堵死了。他吓了一跳，从那天起戒掉所有冰饮和杂物。3个月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第2个杀手，血瘀。血瘀是什么？就是血液流动太慢，甚至停滞不动，像河流结冰一样。为什么会血瘀？因为你久坐不动，你一天坐在办公室几个小时，8小时、10小时，下班后坐在沙发上滑手机，又是几小时。当你不动的时候，血液不动，血液不动，就会在血管里面凝结成小块，这就是血栓的开始。有个女病人跟我说，她每天坐在电脑前12个小时，连上厕所都忍到最后一刻。她的手脚常常冰冷，月经来的时候会有血块，脸色暗沉，这些都是血瘀的表现。后来我教她每小时起来走动5分钟，每天按摩心包经，半年后她的气色完全不一样了。第3个杀手，内火，这是最可怕的一个。内火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你的情绪来。你每天有压力吗？工作压力、家庭压力、经济压力，你会生气吗？会焦虑吗？会失眠吗？这些情绪就像火焰一样，在你的身体里面燃烧，火往上走，烧到你的心脏，让你心跳加速，胸口发热，睡不着觉。我见过太多病人，事业成功，赚很多钱，但每天都在紧张，在焦虑，他们的血压高，心跳快，动不动就发火。这些人的心包经都是紧绷的，像一条拉到极限的橡皮筋，随时会断掉。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当你紧张的时候，身体会分泌压力荷尔蒙，血管会收缩，血压会上升，心脏负担加重，长期处于这种状态，血管壁会受伤，容易形成血栓。所以你看，痰湿、血瘀、内火，这3个杀手每天都在围攻你的心包经，在破坏你的心脏防火墙。他们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他们的伤害是真实的。但不要害怕，我现在要告诉你，只要你懂得方法，只要你愿意行动，你的身体有自我修复的能力，心包经可以被疏通，防火墙可以被重建。关键在于，你要先知道问题在哪里，然后采取正确的行动。接下来
我要教你怎么检查自己的心包经，怎么知道你的防火墙是强还是弱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这个测试不需要任何仪器，不用去医院，你现在在家里就可以做。请你伸出你的左手，手臂打直，手心朝上。现在用你右手的大拇指，从左手的手腕内侧开始，沿着手臂内侧的中线一路往上按压，按到手肘。当你按压的时候，仔细感受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某些地方特别痛，或者有些地方会麻、会酸、会有刺刺的感觉？有些人甚至会摸到小小的硬块，像一颗豆子一样埋在肌肉里。如果你有这些感觉，恭喜你，你找到问题了。这代表你的心包经有阻塞，气血流动不顺畅。中医有一句话：痛则不通，通则不通，意思就是会痛的地方，就是堵塞的地方，就像水管被堵住了，水流不过去，压力就会增加，管壁就会承受压力。我有个病人，他按到手臂中段的时候，痛到整个人跳起来。他说：林医师，那里怎么这么痛？我告诉他，这就是你的心包经在求救。你看，你都感觉到了，这是好事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我按下去没有感觉，是不是代表我很健康？不一定。有时候阻塞太严重了，神经反应变迟钝了，反而感觉不到痛。这就像一条腿被绑太紧，血液不流通，刚开始会很痛，但时间久了反而麻木了。所以不管你有没有痛感，我都建议你每天花5分钟检查和按摩这条经络，因为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。再教你一个诀窍，当你按压的时候，如果感觉到痛，不要马上放手，停留在那个点上，持续按压30秒到1分钟。一开始会很痛，但慢慢的，你会感觉到那个痛开始减轻，开始有温暖的感觉，甚至有一股气从那个点往上或往下流动。这就是在疏通阻塞，就像用手指压住水管里的堵塞物。一开始很硬，但持续施压，慢慢的它就会松动流走。记住，这个痛不是你的敌人，而是你的朋友，他在告诉你这里有问题。请注意我，如果你忽视这个讯号，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。但如果你正视它，处理它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。现在，请你再按一次，感受一下，找到那些痛点了吗？记住它们的位置，因为接下来我要教你最重要的部分，如何启动你的心脏防火墙。如何每天用5分钟疏通这条生命通道？这个方法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。现在轮到你了。现在我要教你这个方法的核心——西门穴。西门穴在哪里？伸出你的手，手心朝上，从手腕内侧的横纹开始，往上量5个手指的宽度。大约就是你的前臂中段，在这个位置，你会摸到2条明显的肌腱。西门穴就在这2条肌腱之间，正中央的位置。用你的大拇指垂直按下去。正常来说，你会感觉到一点酸胀，甚至有电流般的感觉，往上或往下传导。如果你感觉特别痛，
甚至痛到受不了，那就代表你的心包经堵塞得很严重，更需要每天疏通它。西门穴是什么？它是心包经的溪穴。什么叫溪穴？在中一里，每条经络都有一个特殊的穴位，叫做溪穴。它是这条经络的急救开关。当身体出现急性问题的时候，按这个穴位可以最快速的启动这条经络的修复能力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心包经是一条高速公路，西门穴就是这条公路的紧急通道。当主道塞车的时候，打开紧急通道，车流就能继续前进。怎么按？很简单，找到西门穴之后，用大拇指按住，力度要够，要按到有明显的酸胀感，然后保持这个压力，持续30秒。30秒之后放开，休息10秒，再按第2次。每天早晚各做1次，每次按3到5次，左手按完按右手，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。你可能会问林医师，这么简单的动作真的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原理。当你按压西门穴的时候，你在刺激这条经络的气血运行，就像按下按钮启动水泵一样，气血开始加速流动，那些堵塞在经络里的痰湿、血瘀就会被冲刷掉。同时，你也在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，让身体从紧张状态进入放松状态，心跳变慢，血压下降，整个人感觉平静。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，按压穴位会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，释放内啡肽，减少发炎反应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有科学根据的。我有个病人，60岁的男士，有高血压和心律不整，他每天按西门穴，3个月后，他的血压从150降到130，心悸的状况也明显改善。他说：“林医师，我现在每天晚上睡得很好，早上起床也不再感觉胸闷了。”还有一个30多岁的女士，长期失眠和焦虑，她按了2个星期，就感觉到明显的改善。她说：“我现在按完西门穴之后，整个人会感觉很平静，很容易入睡。记住，坚持是关键，不要期待按1次就立刻见效，你的身体需要时间来修复。就像一座受损的城墙，需要1砖1瓦地重建，但只要你每天坚持，你会发现变化，脸色变红润了，睡眠变深沉了，胸闷的感觉消失了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。这是你的心脏在感谢你，你在保护它，它就会好好运作，支撑你的生命。最后，我要教你一个完整的夜晚修复仪式，这是我给所有病人的建议，也是我自己每天在做的。每天晚上，在你准备睡觉之前，花10分钟，按3个穴位，我把它们叫做心脏的黄金三角。第1个穴位西门穴，你已经知道它在哪里了，这是开门的钥匙，是启动整个心包经的开关。每晚睡前，先按西门穴3分钟，左右手各3分钟，把白天累积的压力、情绪、毒素，通通疏通出去。第2个穴位内关穴，内关穴在哪里？从手腕内侧横纹往上量3个手指宽，也是在2条肌腱之间。
内关穴是心包经上非常重要的穴位，它的作用是调和气血，安定心神。当你焦虑的时候，当你心跳很快的时候，当你感觉胸闷的时候，按内关穴会有立即的效果。很多人在坐飞机、坐车晕眩的时候，也会按内关穴，因为它可以调节自律神经，让身体恢复平衡。按的方法跟西门穴一样，用大拇指垂直按压，持续30秒，休息10秒，重复3到5次。第3个穴位神门穴，神门穴在哪里？在手腕内侧，小指那一侧，靠近手腕横纹的地方，有一个小凹陷，那就是神门穴。神门穴是心经的穴位，它的作用是养心安神，帮助入睡。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，如果你半夜容易醒来，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，神门穴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按神门穴的时候，可以轻一点，不需要太用力，用指腹轻轻按压，慢慢画圈，感觉到温暖的感觉就可以了。这个穴位不需要刺激太强，因为它的作用是让你放松，不是疏通阻塞。所以完整的夜晚仪式是这样的：先按西门穴开启通道，疏通阻塞，再按内关穴调和气血，安定心神，最后按神门穴养心安神，准备入睡。整个过程大概10到15分钟，你可以一边按，一边做深呼吸，闭上眼睛，放松全身。按完之后，你会感觉整个人非常平静，身体温暖，心跳平稳，很自然的就想睡觉。我保证，如果你每天晚上这样做，1个月之内，你的睡眠品质会有明显的改善，你会睡得更深，做的梦更少，早上起床会感觉精神饱满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心脏会越来越健康，血管会越来越畅通，心包经会越来越强壮，你的心脏防火墙会越来越坚固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颗心脏，它每天跳动10万次，泵送血液到全身，从来不休息。它为你工作了自己10年，难道你不应该好好照顾它吗？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但非常有效。我希望你不只是听听而已，而是真的去做。今天晚上，就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按这3个穴位，你会感受到不同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特别是你关心的人，也许你的分享可以救1个人的命。在影片的下方，我会放上这3个穴位的详细位置图，你可以下载保存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保护健康的方法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愿你的心脏健康，愿你的生命长久，愿你和你爱的人都平安幸福。我是林成玉医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